鬱金香係中國古代一個美女，佢生長於一個父母做生意嘅家庭，佢性格活潑開朗，平時中意種花，喺園庭捕捉蝴蝶，同妹妹嬉戲，又喜歡遊覽夜晚燈飾，同埋起舞耍樂，生活快樂，好似人間仙子。鬱金香好不幸，在生長喺一個暴君統治時代，暴君羅馬王統治中國，向農民只收重稅，使到人民無法溫飽，加上適逢天旱，農業失收，使到唔少人因此餓死，屍體遍野，又逼人民建造邊境萬里長城，防止外敵人侵，勞民傷財，又大殺異己，焚書坑儒，造成唔少人因此死亡。惠林係有見識之人，由小學習武功，所以劍術非凡，以致逢打必贏，所向無敵。佢眼見人民生活痛苦，生存於暴政之下，生不如死，佢對暴君嘅憎恨至頂點。暴君有一名大將，名吐九爺，縱容手下，欺凌婦女，人民為之憤恨，令婦女終日生活喺惶恐嘅日子。有一日，鬱金香母親對佢講：鬱金香幫助母親送一封信到鄰街嘅伯父。阿媽，你叫員工送啦，點解叫我送？員工有工作做，冇人得閒，你去啦。真係煩，最唔歡喜做。當鬱金香喺街上行走嘅時候，一時興趣起去跳舞。適逢九爺路過，見到鬱金香貌美如花，色心大喜，想前往吻鬱金香。鬱金香不同意及逃跑。九爺大憤，用腳踩踏鬱金香，直至鬱金香受傷為止。九爺呢，將鬱金香拉回鬱金香嘅母親前。你個女唔識規矩，唔順從我，而家我限你1月之內將你家族任何一個婦女嫁俾我。有一天，鬱金香的表妹結婚，九爺路過看見，立刻意進入新郎房間，將新郎趕移，走，想奪走新娘。新娘將他推開，立刻向外逃跑。正在街上跑時，剛剛惠林舞事經過，他將九爺推在地上，阻上九爺追捕新娘，所以新娘成功逃離現場。惠林，多謝你救我的侄女。不用客氣，幫人是我的使命。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，惠林奉自己的武功進入皇宮，殺死幾個守護的士兵。他進入宮中之時，剛巧遇到九爺。九爺揮劍想殺死惠林，可惜最終敗於惠林手下。在那一剎那，九爺召喚他的鬼神，以法力去制服惠林。惠林不敵鬼的法力，最後想起他師父臨終之前給他的靈嚴咒，於是在千鈞一髮之時取出靈嚴咒，鬼神立刻逃去。惠林利用比克機會一劍刺死九爺，警衛現已全部殺死。惠林直進皇宮寢室，見到羅馬王
惠林立刻將王賜斃，之後成功逃離皇宮。羅馬王死後，另一王朝成立，因惠林隨暴君有功，故封有將軍，人民生活有溫飽，國泰民安。有一天，鬱金香媽媽對惠林說：我在佛堂求天，天文指示我將女兒嫁給你，因為你隨暴有功，這是你應得的因果。鬱金香，你從此就是惠林的妻子。You'll come like soft light on the sea.